台语会当伫日常生活当中对谈、报新闻、国会论证，甚至是谈恋爱、表达心情。作家郑顺聪最近有出一本台语诗集《我都要来去》，内底用真侪水气台语来讲家己的心情，而且要找几落的人来配音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。咱对幸福的认捌是巴甜的色水，或者甲无必要的放掉。看赢一溜点睛。一首诗有几若种配音，好听的人感受无共开口。作家郑顺聪头一本台文诗集《我就要来去》，分做心情、14段诗甲自由诗三类。我希望讲，咱即马甲台语的口语的，阮自细汉听到迄个口语，甲即个咱即马新的台文运动所即个成果甲夹做伙，去写咱即马现代人的心情。我感觉这是我都要来去啊！我希望有一个轻飘的这个感觉，嘛咱台语诗有新的写水。郑顺聪表示，这本诗集叠集各档的字句，甲生活上的心情、心肝头的话，用短短的字来诉情，嘛甲一寡咱即马科技讲的字，创作新的台文词、新字句，希望甲台语对语言提升到文学的层面。这语言袂输一个工具，咱甲咱的心情甲讲出来，甲咱看到的代志甲写落来，甲写落来，过来就是会当去创造咱新的语言。所以我内面做者新词、新的字句、新的词的用法。我希望咱台语毋若是语言，讲会通就好，也是强调咱台语的开口，是讲咱台语就是创造一个新的语言。另外，伫心情诗的部分，版面嘛特别设计通甲罗马字对照看。郑顺聪讲，希望这本诗集通互大家对声音、对罗马字等等开始，对诗的文学豆豆去了解。记者陈嘉文、李学凯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